少女的祈祷。哦，我昨天一直想说，为什么会有垃圾车的音乐？后来发现他们这一条路过马路就是垃圾车的音乐，超酷的。Coffee Man 是听说很好喝的小店，而且它在 Google 上日本人评价高达4.6还是4.7， 4.6超高哎，很高，附近评价最高的一间咖啡店。干嘛去喝？而且喝看看，等绿灯呢。大家早安，自拍。大家早安。我们这是第2天的开始，昨天下午到的，对，然后我们就是到了我们住的附近，就是在青森站前，走路离这间店大概5分钟而已。听说传闻中很厉害的咖啡小店，而且他们有英文的 menu。哦，对，所以你进来不用怕就是看不懂日文。然后我们等一下喝给你们看。你们如果来青森的话可以来喝，我觉得青森很适合喜欢慢步调的人吧。我们就还蛮喜欢，而且我今天气色好好。你今天气色很好哎。我昨天睡得很熟。期待我们的咖啡。等咖啡哦。然后晚上咖啡我要去鱼菜市场吃饭。好啊。这个是咖喱吗？我点完才知道它是咖喱。好扯哦。是他说是这个店家。对，是店家提供的香料。我想喝看看。好，我知道。可以先帮我喝。我点的是蜂蜜香料呢。意外的很好喝哎。那你这样闻可以闻到一个那个肉桂香，有肉桂香，好像有一点咖喱香气的感觉。它可能每次用的香料不太一样。你喝看看就知道。我再喝一口。好喝到很惊艳的那种。淡淡的肉桂香味，顺到爆炸。你们来青森一定要来喝。那我爱喝这个千杯，这个是一基哦，超好。这不是你喝过最好喝的咖啡吧？就是真的像很解渴的果汁咖啡。喜欢咖啡的就很怕踩雷，这间店一定要来。大推，有那种柑橘味、水果香味道，超香的。这间可以来，这间真的大推，真的超好。这样是 Toki 的苹果吗？对的。私に何ができる何ができるこれは愛ですかはは对。现在。3 days later to back Taiwan。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Very good. Very good. 拜拜。拜拜。超可爱的。好可爱哦！就他们店里面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对啊。哎，青森的那个药局超可爱的，药妆店跟一般我们看到的不太一样。这个很可爱的药局。这边看到吗？红红的这个超可爱的哦。OK。超冷的。我们到那个青森的鱼菜市场。哇，好冷哦！哦，超冷的，冷到爆。然后青森的鱼菜市场呢，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这边是后门，还是前面有前门。不知道哎，我现在在研究中，因为听说他们很神奇，是你要先买一个冻饭，然后你拿着那个饭去每一间，对，去它有券去每一间看你想要哪一个鱼，然后如果遇到比较贵的，例如说海胆，你可以就再多付钱，然后就是放海胆上去。走啊，走！今天的第一餐，走。买到了券，嘿，这个是可以在门口先买。Number 5，OK。他说去5号商店拿饭。是在找5号在哪？这里吗？在这里拿饭。对，这边。すみません。ゲット1枚。哦，拿饭要先给他1枚。对，拿饭是1枚。有一个碟子，好酷哦。很酷哦，然后我们要去装海鲜。我们先吃着，这间很多人，今天选海鲜。
小孩啊 This one. One. Big. 超大。 OK. 就是一枚就可以一围，它会你 One. One. Okay. Hi. 什么尾鱼兔呢？ Tuna. Okay. Once you get the 2 油 piece. 光很厉害， Two piece. Oh, Okay. OK. Okay. OK，先这样。这很夸張，看這個蝦各位，这里也有啊。哦，超多可以選。いかがでしょ但是我う。们剩5枚。はい。いくら。はい、オッケー。 And はい、あとはサーモン。サーモン。サーモン。最高。 OK。美味しいよ。ホタテ。はい、どうぞ。はい、どうぞ。还是先吃。先吃好了，它这边就是有座位，然后也可以自己拿3葵。然后我们刚刚去隔壁，就是这边有看到全部苹果汁，苹果汁，而且那个老板超好，他们给我们全部适合全部适合。就有一瓶是千雪，一瓶是明月，然后千雪我昨天就喝过了，然后是我目前我觉得最好喝的。它价格比较高一点，但是它是比较甜的苹果，就是比较没有酸味。那我倒进去哦。哦，看起来好好吃哦。哦，这样一碗是2000元。 2000元。那配个尾鱼，超好吃。它饭是热的。好好吃。但它不是软软的饭哦。我要吃一下青森当地的那个海胆，很好吃哎。好吃哦！它海胆是甜的那种海胆。对。超级海鲜。太幸福了。哟，你看那个。哦，它会帮你放在那个饭上面，饭好好的，太棒了。我觉得青森是一定要来。超好喝的苹果汁。好新鲜哦！好好喝。太幸福了。等下可以外带这个哪一个？苹果汁。好吃啊！这好甜哦。青森的海鲜应该比较接近北海道的海鲜的味道，因为它就是同一个海湾。哦，对啊。好，那我们要认真吃了哦！大推大家来青森一定要来，我觉得你们可以安排那种东北几日游，然后其中2天来青森，超级值得，一定要来！光是喝那个咖啡跟这个吃鱼菜市场就值得了。然后我们晚一点还要去红前公园，对，那边听说有世界文化遗产留下来的星巴克。好啦，再去吃一碗了，带你们去了，拜拜，拜拜。再去拿的第2碗，第2趟。我们现在在一个地方，对，青森的龙泉之水，龙泉之水跟善之鸟神社它是一起的。然后这个善之鸟就是它是守护青森这边的农业，就是这种有点守护的概念，在这边可以就是生活富裕，所以他们对于青森当地人而言是有守护性的价值的一个神社。我的翻译应该是没有错，我刚看旁边的日文，就是应该是这样子。你会日文？我没有，我用 Google。走喽，看雪喽！还没有融掉的雪哦。哎，这很冰哦。真的是雪。你是第一次摸到雪，人生中？没有，加拿大摸过了。加拿大。加拿大。因为神社就是其实有跟台湾的庙宇很像，它是有一种就是因为我们也不是那种求神拜佛的人，但是有一种你会洗涤心灵的感觉。毕竟每个地方的神明他们守护的或是的能量不一样，所以去到那边你会有一种转换自己心境，然后洗涤心灵的感觉。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这样吧，因为对我们来说啦，不是那种购物的那种，解锁各种体验，解锁各种感受的感觉。对啊。这超可爱，这椅子很像那个卡通出现的。对啊。后面是那个还没有融的雪。对啊。还没有融雪。哇，超小的小燕子。对，他们刚生完小燕子，对他们来祈福，真的来神社祈福。要到海边很冷的地方。睡魔之家，那大家来就要看睡魔祭，因为睡魔祭对青森来讲很有意义。这个就是那个原田彦命那个神，真的。睡魔我大概有研究了一下，等下可以跟大家讲睡魔的故事，是以前的睡魔祭。
比较小型，现在就变成这样，现在是游行的，前面还会有车子在对那种，对，很可爱吧？它在不同的地方都有，青森很多地方都会举行睡魔祭，好多哦。所以就是每年大概是7、8月的时候会有睡魔祭，然后青森的观光就会超多人，因为他们是一个日本很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其实它来源是中国以前的七夕祭典，在7、8月那个时候是农作的收耕期，怕就是你想睡觉，所以影响你的农作收耕，工作不努力，然后睡魔的话可以赶走你的睡意。那你在这里就可以从上面往下看。哦，因为它很高，平常我们在站在底下的话，像我看的话，可能就只看到这个底下的那个。对。然后等下我们要走下去看。哦，这个是可以让你摸的。哦。就它是要让你摸触感觉它到底是怎么弄的。这是2022的最优秀制作者赏。对啊。你们要亲眼来看，我觉得影片拍不出它的震撼感。1980年前後左右に動かし見物客に迫って太鼓でリズムを打ち鐘でアクセントをつけて参加し心を一つに売り手たちが祭りをより一層盛り上げます。そして観客を盛り上げるバケと祭りには欠かせない。今天是第几天？今天是在青森的第3天。我们现在要从青森站去青森的红前，因为红前公园就很有名，大家都知道它是赏樱圣地。因为红前很多好吃的，也很多好吃的苹果派。今天下雨。今天青森在下雨。OK。那就红前站喽。红前见喽。哎，在这里。我们到红前喽！到红前喽！好，去红前玩。Go。玩什么？不知道，走吧。看这个汤头是清炖的那种。其实我刚刚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我就点了。没关系，要来吃了。好，这个面这超好吃，夸张。吃饱了，超好吃，吃光了。去公园的。要去公园，去红前公园。Go。嗨。还有星巴克喽。在星巴克喽，等下跟你们说这间星巴克的历史。好，Go。知道。我们今天来这个星巴克是有400年以上的历史，它是日本保有的有形文化资产，从日本大正时期到现在的，原本是他们的市长官邸那种以前的宿舍，然后现在就是变成星巴克，这是票选最美的星巴克之一哦。大正浪漫吃茶室到啦，到吃茶室喽。它在藤田纪念庭园里面，下大雨哦，我手超抖的，现在下大雨，我用手机先录一下。哇，里面好漂亮哦。OK， 吃茶室在这一栋，很美吧？走，继续吃苹果派。然后吃茶室的外面这里长这样，然后这是还没有融的雪。OK， 走吧。这一个钢琴，它是古董琴。噔噔，结果大正浪漫吃茶室打烊了，来参观洋楼建筑，显示一类。哎，回到仙台了。我回到仙台喽。要先回饭店。旁边就是牛舌通。我们住的跟我们前几天来住同一间饭店。同一间呢？同一间，那间真的大推。我走到底就到了，车站一出来右转了。你看。我们到仙台的东大都会饭店，东大都会哦，不是大都会。饭店的那个弄，哇，好漂亮哦！这里的景好好哦，就一看过去就显出，它这里面就是有饮料可以拿。对啊，我那天就来拿。它的饮料是都蛮好喝的，有那个乌龙茶或红茶的。啊，来了。这是它的那个咖啡机，它这个有美式咖啡、冰咖啡，它这个是现磨的咖啡豆，这椅子太可爱了吧！好，今天哦，来去看房间。好，今天房间不是套房，不是套房，是比较大间的。
来喽。好，来喽。哦，来了。各位。哦，超大的哦。超赞的。哎，你没有到底哦，那不合格哦。哎，这超赞的啦。这就是仙台市区哦。然后这过来还有一个落地窗。哇，住这里就感觉很舒服。然后这个门是怎么回事？这门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要直接跟大家一起来。为什么2个门？就它2边都可以进去。好，应该是。你先开一个。有点期待。哦，什么意思？哇，这很棒哎！海瑞已经开心到疯掉。今天是他生日，这是给他的生日礼物，决定要加大床。哦，很大哦。其实他们一般房型浴缸差不多就这么大。哦，这边比较大。右手边。对，是整面的那个。先看厕所。厕所应该就是差不多。它单独的哦。单独的厕所啊。这空间超级大。这件是什么？哎，这放衣服的，那另外一边又是什么？另外一边就是另外一个门。哦，这里又是另外一个门啦。哦，这个超大，是整个人可以走进去。好对啊。好了，这个我们的房间就是这样。房间开箱到这里喽，拜拜，谢谢你们收看。没有啦，我要继续去工作了。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工作。好 ，OK。